艺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人民间流传一句话，讲合理歹写。有的好朋友做生意做甲起冤家，我所在讲分你听。一对好朋友，两个做伙去进口运动的，一个讲北部的运动用品店，我来拍；南部迄边落水溪以南，互你落发挥。放货了后，咱才来收货款。结果北部的要食南部的，南部的倒啊转来讲你用人的土，割人的壁。原因为虾米共呛这句话？就是因为南部一寡货棒棒的，北部这个业务原来去共收货款，收转来，才伫咧面前，甲南部对手这个谈判讲，当时咱两个股都100万，这100万行利哦。这100万是南部这运动用品店我放的货呢。你用我的土割我的壁，意思讲要抹壁，你无家己款土来，用我的土来抹我的壁，我拢食亏的，我敢有得你？我甲你讲啦，北部这个钱大话头，声受歹呢。今仔日吼，这100万，你若要收，你就收去；你若唔，我哈你也敢，这你也敢啦。哦，好朋友好甲变面啦，哈你也敢，这你也敢，这句话原来台湾社会咧流传对比的言语。意思讲，起先我甲你用哈的啦，你若要接受，你就接受；啊若唔吼，我真正甲你吞食了，我就敢。所以100万摕咧，走！你无了钱呢？你是零工，这赌生意我家己总食，无通互你赚尔呢。你无食亏呢？我今日规个甲你食了，我敢。啊若无，我甲你讲较明的啦。那你到底咱两个好朋友，就爱好甲安尼上，归去啦，一摆输赢啦。北部一个继续打硬，看你是要。呛兄哥，还是要闹小弟？今仔日解决，吼，朋友啊，迄社会咧流传冤家为讲对比的，即个话语吼，真正你甲体会拢足咸，啊嘛足艺术的，人拢足够识的，亲像即句话啦，讲看是要呛兄哥，还是要闹小弟？因为你后边有后靠，白讲议长、馆长咧互你靠，乌的讲倒位角头咧互你靠，你用呛的，因为兄哥咱叫袂来嘛。迄比咱较大嘛，所以呛兄哥。啊，若讲你身躯边有对你一个买槟榔的5个10个小弟，也假使要来遮输赢，你听我现闹，电话卡咧人就来啊，做闹人。所以呛兄哥对比闹小弟，台湾人咧讲，社会上互相呛赌的言语讲对比的，真正认真甲体会，有原来是真艺术，原来真有趣味。